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，早起甲少年人做伙骑共享的脚踏车。第一前灯河双城论坛开放实体举办哦，有学者就认为讲，透过地方政府的互动，展现诚意，双城论坛有可能当来稳定两岸关系。 手机啊，扫码支付，组织共享单车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上海行来到第3天，再去甲台青脚踏车游港，也关心 U-Bike 的规划。台北市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停车站，当然我们可能在管理上面或整个城市规划上面有一定考量，但我觉得他们设定在一个固定的区域，让大家就可以直接停。可能在未来布建我们 U-Bike 的网络，可能会 更方便、更有效率。30双城主论坛结束迄暗，北市府会请晚宴，上海方代表游园市上海市长蒋正，蒋万安伫致辞时大声讲，爱用上大的努力，互双城论坛继续办落去，台青也真关注两岸关系。 期许呢，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合作，尽量合作。如果能合作，当然是最好的情况。资讯更加的透明化很重要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人民还是有一些误解的。我们希望两岸可以一直保持和平交流的互动。像这一次蒋市长过来这边参加双城论坛，其实对于整个两岸关系都有很大的润滑剂的作用。 双城主论坛顺利结束，佮签署3项合作备忘录。中国媒体引用当地学者形容双城论坛是和平之州、亲情之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